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阮感谢你，赏赐阮遮尔水的天气，热天来到阮的中间，感谢你的创造。啊，阮今仔日伫遮要参加来学习阮的主所讲欢喜的代志。恳求你通过圣神的做工，互阮无论讲无论听，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你的祝福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大声，今仔日我袂记得将迄个圣神的轨迹迄2节吼，我来读啦吼。这是伫加勒太第5章第22节到23节。圣神所结的轨迹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。我咧准备这个圣神的轨迹，这个系列的讲道，恁有感觉我用真济约翰福音段？这互我一个真个想法吼。我大声讲哦，保罗写加勒太的批吼，是主后差不多48年写，48年，我是伊第一摆传道旅行了写的。约翰的福音段是主后差不多90年写，差不多要到50年的时间中间。保罗讲圣神的轨迹吼，讲听，讲今仔讲欢喜，啊，搁讲和平 peace， 嘛是平安啦吼。这个吼，约翰的福音段内底拢有。我去想着讲吼，是毋是约翰有看着保罗写的这个物件吼？依照伊的所会记得耶稣关系这个假事吼，伊甲接入来写伫约翰福音段内底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。我有去找有学者讲，有可能是受这个影响。这是约翰甲保罗的关系。保罗吼，伊毋捌甲耶稣做伙生活，总是约翰吼，伊少年12个使徒内底，伊上少年的。迄个时阵，伊差不多10几岁尔点。伊对耶稣，伊会记得真侪物件。伊有可能是看到保罗写的吼，想到耶稣这个假事，伊伫遐写话，真宝贝的物件啦。像咱看圣经内底，互相，我有去看，找Google去找哦。有学者讲有迄个可能性，总是无人知影。保罗毋捌伫伊的书批信的内底直接写讲耶稣安怎讲，真少，你差不多找无。保罗毋捌因耶稣的话，也是耶稣的假事，伫伊的批信内底，总是伊所写的物件。你拢会当看到迄个后壁，伊是伫想耶稣的代志。所以，咱几礼拜前讲听即个代志，迄个哥林多前书13章，恁会记吼？仁爱是高宽容慈悲，仁爱无夸口，无偏袒，无惊见笑的事。我有甲恁讲，你若迄个仁爱甲放耶稣落去吼，读起来足顺的。保罗所有的。甲伊所写的批，你会当看到耶稣的影伫遐。伊无直接摕耶稣讲的话出来讲，总是你看会出来。伫规本圣经的新约圣经内底，保罗敢若一个所在直接引用耶稣的话，伫倒位恁敢知影？伫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保罗迄阵是甲以弗所的长老。伊知影，伊即摆离开以弗所，伊嘛无去以弗所，叫遐个长老来一个所在甲伊见面。伊知影甲伊见面了，袂阁见面，所以保罗伫遐要甲因说 goodbye 的时，讲一篇道理。
内底20章的35节，伊引一句话讲，像咱的主所讲，耶稣讲的，伊真正因安尼，予人的比摕的较有福气。恁捌听这句话嘛？予人的比摕的较有福气，真趣味哦！规本圣经内底，伊直接引用耶稣，敢若即节尔。所有的圣经的学者吼，去四福音段内底找拢无即节，真趣味的代志。这是我讲对遮过，互你，我感觉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。今仔日咱要讲欢喜的代志，顶礼拜咱有讲保罗讲的，耶稣讲的欢喜的代志真少。耶稣讲的欢喜的代志真少，这是咱今仔日伫16章读到的，有讲到这，啊，搁伫第13章伊有搁讲一摆，安尼读定。第13章迄一定若一节尔，伊讲恁若照我的，恁若听我的，听我的教示，恁就会有欢喜满满，敢若讲安尼若定。总是伫遮较济。我以前捌甲恁讲哦。约翰福音段内底对13章开始到17章，是耶稣特别互人掠去以前，迄若是对咱的国话者来算吼，迄是拜四暗。拜四暗，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伙食饭，食饱了吼，对13章开始，耶稣头一项甲因洗骹，恁会记得？甲因洗骹，洗了再食饭。食饭的中间，甲犹大要出卖伊，耶稣甲伊讲：你要做的代志，你紧去做。啊，犹大出去。第13章的30节，约翰写一句话讲：犹大出去的时候，伊讲迄是暗时。我伫遮讲迄暗时吼，有理由。暗时吼，因为因食暗，做伙食暗。因用偌济时间伫遐食饭，我毋知，咱毋知。总是已经暗。当约翰讲犹大出去的时是暗时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时间是暗时，搁一个是犹大离开有光的所在，入去黑暗。这是有迄个有标性。约翰伫遮甲咱讲，迄是暗时。我伫遮要讲的像，你若去读约翰第13章开始吼。第13章甲第14章吼，迄是耶稣甲学生做伙食饭，英语做 upper room， 就是因做伙食饭迄个所在。迄是伫迄个室内讲，伫迄室内有光有迄落，因伫遐做伙食饭。第13章甲第14章，第14章的上尾仔站吼，耶稣讲话讲了，甲学生讲起来，咱来去倒去？要去克西玛尼，要去祈祷，伊伫遐互人掠。所以15章甲16章吼，我特别安尼讲，今日咱读16章，我特别要互咱知影，第15章到第16章吼，是耶稣甲学生出去外口沿路讲的，上者吼，迄是暗时，因迄阵啊无像咱即摆路灯啦。暗扫扫，逐位嘛暗扫扫。因做伙行，有可能有野火把，总是伫暗时。耶稣伫15章开始甲因讲：“我是真诶葡萄树。”恁知影？咱捌讲着啥？恁着甲我结连，才会结果子。保罗嘛讲结果子，约翰写结果子诶代志，爱甲主结连。顶礼拜保罗甲咱讲，咱着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恁会记得？这是真侪共款的所在啦。当耶稣甲学生行到第16章第1节吼，第16章的第1节，伊甲伊的学生讲吼，这个我爱看。伊甲伊的学生讲，伫路中是暗时，伊甲伊讲哦，我已经将这个代志甲恁讲。是要互恁的信心袂摇动。什么代志？第13章的第1节哦，咱几啊礼拜前有讲过啊。约翰写讲哦，耶稣知影伊要转去爸遐的时间得要到，伊知影伊得要受难啊。其实迄个拜四暗13章的第1节吼，到甲上尾啊，
耶稣顶是加断开吼，19章的42节，中间无到24点钟，你敢知影？即中间发生足侪代志，伫即个短短的时间内底发生足侪代志。耶稣讲：“我将遮个代志甲恁讲，什么代志？”对第13章开始就直直讲一大堆代志。你去读，你若转去厝，你甲看13章到第16章，你若有时间，你甲读。耶稣讲足侪代志，伊差不多是吼，约翰讲，伊听即个世间属伊的人，伊听因到底，听因到底。耶稣是差不多有足侪代志要甲因讲，时间足少的。耶稣是将所有的要讲的话拢拼出来。你若去读个第13章到第16章，你就知。第17章伊20几节拢总是伫替学生祈祷。啊，第18章伊就去用掠去。所以你知影，伊讲听因听到底吼，迄听行动的听以外。伊真正足侪话要甲因讲，伊真一个做一个。恁会记得这个学生哦，约翰无写啦，3本福音书拢写，去到克西马尼，耶稣咧祈祷哦，规阵拢咧困。因互耶稣毋知吵到偌忝啊！迄暗时哦，迄可能是因困的时间到啊。啊，耶稣一路甲因讲遐济话吼。啊，老实讲，因听偌济，咱真歹讲。约翰上少年吼，可能精神上好，伊听上济，伊还阁会记得拢写出来，咱真感谢伊。因去到遐，规阵都咧困。那咱可能也是困啦。逐个拢，咱若讲到迄个故事，逐个拢伫批评这学生，袂当甲耶稣敬虔的拜托的，爱困就是爱困，我这爱困的，你叫我创啥，我拢无法度。我毋是讲因安尼对，我毋是安尼讲。毋过，咱会当当正，耶稣真正用足济话甲因讲。到第15章吼，讲真诶葡萄树了吼。第15章诶尾啊遐吼，耶稣本来是讲吼，第17节伊阁甲学生讲一摆，恁着三听，这是我诶命令。讲了第18节，耶稣讲啥？我头恁听。第18节，叫因三听哦。讲了，讲世间人若怨恨恁，就知因怨恨恁以前先怨恨我。恁若属这世间，世间人会看恁做家己的人，疼恁。不过我已经对世间甲恁竞选出来，恁毋是属这个世间，因为安尼世间人会怨恨恁。假使你是学生的一个吼，你听耶稣咧讲三听的代志，忽然间话转落，讲世间人会怨恨恁，因怨恨我，所以怨恨你。你听起来你安怎？我本来即个讲道的题目吼，实在是要讲哦，对无煞煞忧愁到欢喜，伤过长啦，我无爱讲。啊，事实你甲想看觅，这个学生哦，忽然间对讲到三听，甲你讲，世间人要怨恨你，啊，因怨恨你，因会安怎？因会安怎？第二节，伊甲因讲吼，人会赶恁，人会甲恁赶出会堂，时得要到，要杀恁的人，拢会想讲。因是伫服侍上帝，人要安怎款待恁？人要对会堂甲恁赶出去，要甲恁杀，杀恁的人吼，拢想讲因是伫替上帝做代志。你捌读到这则圣经无？我跟你讲，约翰，我有拄仔讲，约翰伫年老啊，才写这个约翰福音书，伫年老啊。这句话吼，对伊一定印象足深的。为什么你知影无？耶稣这句话吼，约翰年老的时，我倒转去看，伊看这个代志 ，exactly 就是安尼。
时得要到，要杀恁的人，想讲因是伫替上帝做代志。你敢知影？甲耶稣钉十字架遐个人吼，因真正想讲因伫替上帝做代志，你毋知歹？你敢知影？即个拿撒勒人耶稣吼，对因来看，因不管是伫攻击耶稣，讲你谤读上帝，你谤读上帝，啊，因就要杀伊。因真正想讲，因是替上帝做代志呢。尸体反互人用石头钉死，宣告，遐个甲伊钉石头遐，嘛是想讲因在替上帝做代志呢。路加甲咱讲哦，迄个代志吼，边仔有一个少年人伫共顾衫，逐个要牵石头牵甲真热吼，有一个衫拢脱起来，扫罗就是后来变保罗迄个，伫遐共顾衫。伊嘛想讲伊在做上帝代志，后来伊四界带人去掠基督徒，伊嘛想讲伊在做上帝代志。以后真侪宣教，互人欺负的，拢遐个甲因欺负的人，拢总因想讲因在做上帝代志。这是咱人的限制。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，嘛人真侪人捌甲我问。咱要做这样代志吼，咱拢想讲咱是咧做上帝代志，毋过有时啊，咱做诶拄拄啊，甲上帝爱咱做诶代志颠倒变，这人就是安尼。耶稣啊，约翰咧，伊伫年老诶时看倒转去，这代志看几啊摆啊，看足侪摆啊，就是安尼。要安怎解答？实在甲你讲，我想足久诶，我真感谢上帝。有迄日，我伫迄个 internet 看到。一个人写一句话，我感觉迄会当做咱的标准。伊讲吼，你所信的宗教，若叫你着爱去伤害别人，迄个宗教本身有问题。你想看卖有影？你信上帝，上帝叫你摕石头去硬钉，啊，迄是啥物上帝？是你的问题，还是上帝的问题？我想是咱的问题，敢是？唯一的标准，用听做标准。你所做的代志是听人。你知影12军历史上真济用上帝的名咧杀人的代志发生足济呢？这真不幸的代志。这个人咧做遐代志，因真正拢想讲因咧服侍上帝呢。这个世间人生就是这么矛盾。真正咱爱足细意生活。啊，耶稣第3节，这是耶稣真水的所在。伊知影人会安怎款待伊，伊嘛知影讲这个人拢想讲因是咧服侍上帝。伊讲啥？因会做这个代志，是因为因毋捌爸，嘛毋捌我。伊知影因会甲刣。伊这甲伊伫十字架顶头一个祈祷，爸啊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，伫遮就开始安尼。未开未开始，就耶稣就伫遐安尼想，伊甲伊学生讲，因毋捌我，因毋捌我。啊，过去吼，毋过第4节伊讲，毋过我已经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。是要互恁时到，会记得我有甲恁讲。所以耶稣吼，甲恁讲哦，这个代志吼，我甲恁讲。所以吼，恁若拄着这个时吼 ，Don't be surprised， 就是安尼啦。我早就甲恁讲了啊。这个学生哦，你甲想，这个时阵，因绝对毋知耶稣咧讲啥，约翰嘛毋知。总是伊写约翰福音段的是伊知啦，伊知影耶稣在讲啥，毋若知影，伊印象足深，因为所发生的代志，都是照耶稣讲的安尼。耶稣早就甲因讲，啊，过来耶稣讲吼，我无对头甲恁讲这个代志，是因为我一直甲恁做伙，毋免讲，我甲恁做伙。人要怨恨我，人要怨咱，咱大家来互怨，不要紧，咱大家做伙，总是今啊
我伫要离开恁，我要返去我的爸遐，我要离开恁，过去恁就爱家己去应付这个代志，所以我即马甲恁讲。啊，耶稣伫第6节讲，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恁煞满心忧闷。耶稣差不多是讲真歹势啦，毋过我无甲恁讲袂使，无甲恁讲袂使。啊，第7节伊讲吼，我将这实情甲恁讲，我去是对恁有利益，因为我若无去。为助者就袂来恁遮，我若去，我会找伊来恁遮。耶稣讲：我若无离开，圣神袂临到；我若离开，圣神会来。我相信学生嘛是听无，毋过约翰伫写福音书的时，伊知影，伊有看到5旬节圣神降临的时。迄个上惊死的彼得，迄日讲道3000人悔改，即个代志伊拢有看到。耶稣所讲的圣神降临的代志，即个时阵因无啥，因真正听无。毋过约翰写福音书的时，伊知影耶稣在讲啥，因为这个代志有发生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我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老实甲恁讲吼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我去发现到这个有诶无呢？这实在是普通时啊，咱读的是，伫遮有一项代志。顶礼拜我有讲吼，要得到欢喜快乐吼，伫主的内面得到头一项代志，毋通看路，看路会互咱袂欢喜，这有影的代志。顶礼拜我有讲。即礼拜吼，无啥吼，嘛会互咱袂欢喜呢。无啥嘛会互咱袂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做 Daniel Boone， 即个人哦是18世纪美国建国了，迄个独立战争了无偌久吼，伊是头一个吼离开迄个13州，美国的迄个13州。伊头一个人带一支冒险队哦，伊行路行去到肯塔基，行路行去到肯塔基。迄个时阵当然迄是探险冒险。转来的时候，人甲伊问讲：啊你安尼去行去到肯塔基哦，你捌迷路啊？毋捌？用 ever get lost？ 伊讲我毋捌迷路啦，毋过我吼有啥几落摆。我毋捌迷路，毋过我安尼无啥找无路，真济摆，找无路欢喜袂起来，你敢知？无啥。还阁无迄个 GPS 的时代，阮遮老岁仔拢捌经过迄个时阵。恁出去佚佗，阮迄阵出去佚佗拢摕地图，恁安怎啊？老实讲，倒一对夫妇吼。毋捌为着伫车尾为着找路冤家，逐个拢捌。要我正边，要我倒前，啊！你饭桶啦，你袂晓看地图啦，有无？即个代志拢捌发生啊！无啥真正互你袂快乐呢？这个人甲耶稣生活3年吼，因也会阁无啥，所以咱会使小安慰一下。有时啊，咱真压杂的时候。甲耶稣做伙嘛会安尼呢吼？你敢无感觉？过去吼，因开始在问啦，问讲耶稣讲这是啥物意思？我讲到今仔日的圣经17个，害你加读几60节。我实在是讲到第7节，头一版我讲到12节啦，因无改啦，所以到12节。到第7节尔，第8节到15节吼，耶稣讲圣神的工作，内底足侪物件啦。后摆咱有机会再过来讲。咱今仔日无要讲迄，所以我要跳去第16节。第16节吼，第16节，
第16节，耶稣甲因讲圣神的代志讲了吼，又搁换话题，伊讲啥？搁无偌久，恁袂搁看见我；搁无偌久，恁会搁看见我。即句话吼，耶稣在讲啥的？恁知无？咱活伫2000年后，即句话咱一个看就知影耶稣在讲啥。搁无偌久，恁袂看到我，我就要互掠起来。搁无偌久，恁会看到我，就是耶稣过我嘛。敢是安尼？足简单的代志。毋久，乌撒撒遐个学生吼，因真正听无。这真正，我读即几节吼，16节到19节吼，真趣味呢。耶稣甲学生的对话吼，因伫遐吼，因安伫遐耶稣安尼讲了，因伫遐开始乌撒撒。第17节，因开始问问题啊。因讲吼，伊讲这吼是啥物意思？第17节吼，伊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？第18节吼，伊佫讲，伊是咧讲啥？我读到这个时候，我感觉这是我上好机会做牧师会使甲恁讲。连耶稣讲话人都听无呢。我会讲道恁若听无，拜托恁大家到吞论的啦。耶稣讲啥？你是咧讲啥？你甲阮讲，搁无偌久，搁无偌久。你敢知影这3、4节的中间哦，搁无偌久，搁无偌久，出现7摆。恁袂看到我3摆，恁会搁看到我嘛3摆。真趣味的一站圣经呢，因咧对话。你讲因乌撒撒，真正是乌撒撒，你是咧讲啥？连耶稣的讲道，因都听无吼。阮的讲道恁若听无，大家小可较吞论的吼。耶稣知影因咧问来问去，耶稣甲因讲啥呢？第19节，耶稣甲因讲吼，恁为着我讲无偌久会看到袂看到，恁就咧问来问去是无？你读即个，你会感觉耶稣是咧甲你讲哦，我知影恁无啥啥，毋过吼，我敢若甲恁讲，我无偌久无偌久，连有看到无看到，恁想讲安尼就真花啊，是哦？恁这是差不多，耶稣是要甲讲，这是小可代志了，对呢？恁无啥啥，念伊就好势啊！我若甲恁讲，就好势啊！我还佫有代志会甲恁讲呢。伊伫遮甲学生讲，恁想讲，敢若毋知影我咧讲啥啊咧？这小可代志。你看20节，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吼，耶稣甲因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耶稣若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迄就是讲吼，这毋是咧开玩笑。恁点斟酌听，我吼，这头前甲恁讲这吼，恁三无吼，这小可代志。好戏伫后壁。恁会啼哭哀伤，毋过世间人会欢喜。你要讲有啥啥？耶稣讲，迄有啥啥，迄无啥，细个才是大头。恁会啼哭哀伤，世间人会欢喜。咱2000年后读倒转去，咱我哪知影耶稣在讲啥？伊互人掠去的时，迄是讲这话几点钟以后的代志呢？伫克西马尼发生的代志。恁会啼哭哀伤，耶稣互人掠去，因真正会惊，因会惊。毋过世间人会欢喜，迄个欢喜吼，英语我那做 rejoice。保罗
写讲惦伫主内欢喜嘛是 rejoice， 毋过即个 rejoice 甲保罗讲的迄 rejoice 完全无共款。这是看人伫受苦伫遐咧欢喜，真歹心呢。啊，因伫欢喜啥？即个耶稣 finally 咱家处理掉，因欢喜，为着这欢喜。啊，拄啊耶稣讲诶，因想讲因是咧服侍上帝呢，因伫上帝面前，佫立一条讲啊，阮为着上帝，阮从即个人开始，因要欢喜，恁的忧愁，毋过恁的忧愁会变作欢喜，这是我今仔日讲道题目。恁的忧愁会变作，忧愁要变作欢喜，要安怎变？要安怎变？这你要讲矛盾，你要讲无煞煞，这实在是真正上无煞煞的所在。总是耶稣吼，21节真聪明呢，伊用这个例吼，用妇人人行善做例。阮遮的后礼拜就要互人庆祝爸爸节的人吼，即节吼，阮敢若会当意会，阮袂当体会，阮毋知影，阮毋知影。我捌读到一个迄落查某牧师写的，伊讲恁遮查甫人哦，恁若要试讲恁太太吼怀孕迄9个月安怎生活，讲你吼。摕一个球吼，内底放水，绑到你的腹肚吼，啊暗时啊困的时阵，绑迄粒做伙困，都是迄款的啦。阮敢若知影讲真艰苦，这有影，啊，佫是生产的时嘛有影真艰苦，讲足疼的，偌疼，我毋知。后礼拜爸爸节，阮真欢喜，生囡仔是恁的。耶稣吼。想这毋知想偌久啊！伊用这个做咧，婴仔新生命出世这个世间，迄个欢喜，互伊袂记得迄9个月甲生产的时的艰苦，这是忧愁变做欢喜。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， 请你做出来好无？这个吼，这是英语的内底拢在讲将来的代志。头一个是 expect、hope。阮遮要庆祝爸爸节吼，拢 expect 9个月后婴仔会出世，这阮的 expect。啊，阮的愿望是安那？啊，愿望一切拢好势，安那感谢主，安尼就好啊，跟我无关系。做老母的吼，毋是 expect 甲 hope 那点，是 anticipate。anticipate 是知影婴仔要出世，做准备。恁毋知捌，我捌经验着。阮上生仔要出世的前啊吼，我迄阵我若带太太出去冒险，伊拢在看囡仔的物件呢。啊！我即个初散条拢甲伊讲，迄个时阵查甫的，阮拢也毋知，迄著出来才知。啊！你著也毋知查甫来，啊！你直直看遮是要创啥？总是对伊，迄是 anticipate。我是敢若 expect 那点，啊，著出来才讲啊。对不对 ？anticipate， 你知影什么代志会发生，你做准备。忧愁要变作欢喜。圣经内底吼有一节圣经节，拄啊会当说明什么叫做 anticipate。拜托你做下吼，迄个会记的。伊要来第12章第20，我毋知影即个人，作者伊写伊头一部分是讲叫咱着爱自行看耶稣，伊为着摆伫头前的喜乐。就是欢喜啦 ，joy， 无是凌辱，
忍受12架的苦难，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做宝座的正边。这是 anticipate， 敢是？为着头前的 joy， 伊甘愿受12架的艰苦。伊国外的是忧愁变作快乐。耶稣用伊的身躯甲咱讲 ，joy 是啥物物件 ？joy 是 anticipate 的物件。上尾啊，22节，亲像安尼，现在恁有忧愁，不过我会阁看到恁，恁的心就会欢喜，恁的欢喜无人会甲恁抢。耶稣讲，我要互恁的欢喜，是即款的欢喜，无人会当甲你抢。你一定说啊，这欢喜是要啥物欢喜？我甲你讲，我对圣经的内底，对约翰的生涯内底，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是已经真老啊。你知影，伊写启示录，伊互人放逐去跋魔的海事，伫遐看到新天新地，咱今仔日会启应文读的这个，写拢约翰写的。伫耶稣所留互咱的欢喜，伫约翰所经验的有3款，啥物创出来？头一个是即时，不落嘿，即时的欢喜。我用圣经节，即时的欢喜。这约翰在场，这个代志发生的是约翰在场。耶稣搁活了后，上迄个礼拜日暗时，门徒聚集的所在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因到即阵还阁惊。耶稣来徛伫因中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伊讲了，将双手甲协会互因看。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，即时的欢喜。3日后，因经验到即个欢喜。过去一款的特别来的欢喜，特别来的欢喜，什么欢喜？这约翰有对，伫使徒行传第5章第40节，我小可甲恁讲，我会讲伤久无？我小可甲恁讲，迄个头前的代志。使徒行传第3章，圣神降临了，恁知影彼得甲约翰做伙要去圣殿祈祷，看到一个软骹坐伫遐。彼得用耶稣的名回起来行，这个代志了。第4章甲第5章，彼得甲约翰拢总互遐经学士甲遐头人掠去审问，甚至甲因关监关一暗，到无法度。第5章到第5章的尾啊遐，因为百姓的压力，因无法度，迄个软骹伫遐。双骹好去，伫遐行，证据拢伫遐，因无办法，不得不爱放因出去。路加安怎写？使徒就是彼得甲约翰，离开议会，满心欢喜。因在欢喜啥？因为因互人看做会堪得为着主的名受凌辱，这是。毋惊肉疼的人会欢喜呢？因虽望互人歹款待，因满心欢喜。因为着啥物欢喜？阮会当为着耶稣受苦，阮真欢喜。这种欢喜，真正是无人会当甲你抢过，敢毋是？过来，使徒行传11章23节。这是巴拿巴的故事。巴拿巴吼，因为司提反的代志迫害，真侪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，因走去北边的安提阿，伫遐开始对外邦人传道理，真侪非
犹太人来信耶稣。这个消息传转去到耶路撒冷，遐市中的犹太教的人，因挡袂牢，派巴拿巴讲：“你去看，看什么代志？”巴拿巴去你看，这毋是不头前迄个拜托，不头前迄个毋是，不对，我是爱来有创这呢吼，安尼较简单，OK， 使徒行传11章23节吼。因一个教会，巴拿巴人本来是要叫伊讲，你去哩吼，叫因毋通阁对外邦人传道理啊。伊讲因去到遐，看到上帝有使因运费，就欢喜，叫伊去甲因动。结果伊看到福音伫遐传开，伊颠倒欢喜，伊加入因伫遐，伊尾啊。去伫遐规一两年，伫遐牧会去大数，我顶礼拜有讲，伊去大数去带保罗出来，保罗开始传道理，就是对遮开始的。伊看到福音传开，因欢喜，这是因特别来欢喜，搁一个欢喜，上尾啊会欢喜，最后会欢喜。咱今仔日读的，咱启应咱有读，伊要刺激因所有的目屎，无过事实嚎叫、哀伤、悲痛，这代志拢过去。伫上帝面前的欢喜，上帝讲：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因要做我的囝儿，这是我对圣经内底，对差不多这拢甲约翰有关系。巴拿巴迄个代志，约翰毋知，约翰无参与，总是我相信伊知影，我相信伊知影这个代志。因有即时的欢喜，有未来的欢喜，有永远的欢喜。这个上路尾结束，我想到一节圣经，我要用一节圣经来做我今仔日讲道的结束，是保罗伫罗马第8章38节到39节，咱拢真熟的。伊讲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还是将来的。是天顶，还是地下的心灵，还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我迄个对咱的疼，我甲换做袂当隔断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赏赐咱。的欢喜，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阮通过阮的主所赏赐阮的恩典。伫约翰福音段的内底，短几节圣经，总是伊的应允是无安尼要紧，无安尼对阮有安慰。伫世间，阮有苦难，阮有交疑。阮有烦恼，总是阮知伫你的内面，阮会当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喜乐。阮感谢你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安尼深信，互阮牵调伫阮的主，也恳求你赏赐阮，你通过耶稣基督的欢喜伫阮的中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阿门。